王少，你都开几声了？魏老板，我啥也没看到。王少，我这儿也有些日子了吧？我也不瞒你说啊，在这饭馆啊，夜里还有其他生意要做。你也都看见了，我这儿也缺着，又算上你个，肯定赚钱。魏老板，我只会炒菜，我胆子小，我肯定不会乱说。你要不放心，你再找个厨子吧。你妈敬酒不是吃罚酒的事，干也得干，不干也得干。做声了吗？高。哎，去溜溜你吧，我狗是瞎混了。这几天先别走，等我找人再说。那你安排吧，你叫我干啥都行，我听你们的。走。